若继续要来讲，咱台湾也是有庙师坚持要来举办这个神猪重量的比赛。动保团体今仔日公布着袂少的影片，有的是甲猪仔食硬罐、硬脂，要互因食较肥咧，而且来限制着因的行动。最后，佫伫猪仔食意识真清楚的状况下，甲抬掉，讲这根本就是虐待。立委吴思瑶批评讲，这真明显违反着动保法，是讲甲安尼流目屎。这是不是对动物的虐待？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哪讲哪哭，因为伊看到动保团体提供的是新猪的影片。猪若超过300公斤，民众就开始按铁管，专有名词叫下窟。简单来讲，就是限制猪行动会愈来愈大风。吓哭是因为神猪太胖，那怕它站起来会伤到它的四肢。我们收到这个回应是非常的傻眼哈。所来为了要增加猪的重量，一天上济会饲36公斤的物件。1、2年后，这只新猪最使大到差不多700公斤，最后来到抬猪的现场。因为伤肥过程违反动保法人道抬猪的规范，和动保团体真不满。主管机关不要认为说，只要跟宗教或者是寺庙或者是特殊文化有关的部分，那就属于一个不可触碰的地带。过去的10几20年来，我们的动保团体在倡议、在追踪，没有任何一个个案被罚。农委会认同，却嘛是表示尊重，讲像这款比赛新猪的传统行为，若是爱政府直接用法律介入，还是动保法去处理，无啥适合，就看未来双方安怎去沟通。